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社会福利机构，这个东市镇基金会今年5月募款比同期减少35%，啊嘛因为疫情这个累压大量房退订，损失超过100万。而这个疫情的寒冬之下，基金会推出着洗手帮，随时在你的身躯边要洗就有，希望企业甲社会大众会当多多来支持。 要洗手进前，会使甲挂拍开，甲底裤洗出来，就会使甲手洗互清气。当时前的基金会嘛推出洗手帮，会使随身携带，方便使用。随身携带的，那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说，我们不用像喷酒精一样可能会担心会伤到手。那我们用肥皂，用我们最天然植醇的精油去呵护我们的双手，又可以防疫。那另外一个部分，就是可以支持这些孩子们，由于疫情期间，其实这个洗手棒是最直接的。 受疫情影响，当时镇基金会表示，今年5月份募款的收入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35%，大约是200多万。再加上5日节结婚等等的礼盒房退订单，总金也差有100万。280万的缺口，其实只是目前短短的2个礼拜。 因为疫情，基金会嘛呼吁民众在疫情期间会使尽家己的心力，嘛希望各界会使以多元的方式照顾这囡仔，会使捐钱或者是买居家防疫的4小箱，互全台47个点会使继续维持。